啲咩咧？啱啱頭先都上過嚟啦嚇，鄭俊弘同埋呢一個何雁詩。尋日都睇過咧，佢為呢個天使基金會，即係佢哋自己嘅天使基金會啦，咁同埋加拿大嘅自愛中心啊，咁咧就籌款，咁啊一個好感動嘅演出啊，咁啊我真係衷心覺得兩個郎才女貌，即係聲色藝全。你知唔知雁詩咧？何雁詩咧，佢係香港女子高爾夫球代表隊嘅。我知啊，聽過㗎，係啊，好勁啊！即係演藝人嚟講，叫佢夏天過嚟咧，同佢打翻兩場。係啦，應該叫佢打翻。同埋肯定唔夠佢打。我好壓到打兩場啫噃，冇諗過贏佢㗎喎，仲要佢讓下棍添咧。都應該點都走。但係佢老公我哋打紅 T 得唔得咧？對時佢打金 T 係啦，可能要咁先得。咁啊可以打 level。係啦，可能要咁樣。你讓我哋打紅 T 咁 OK。同埋佢老公咧，喂，電吉他手嚟喎，原來。係啊，喂，原來佢老公係武林高手嚟嘅喎。哇，打得！佢原來以前係即係佢喺加拿大讀書㗎嘛，溫哥華。佢參加好多武術比賽都攞獎嘅。咁係啊，琴日一開始嘅時候，佢又彈得一手好吉他，又靚仔又高大威猛，咁又斯文大方得體咁啦。頭先上過阿潘節目啦，係啊。頭先有冇彈下吉他唱下歌咁啊？應該冇吉他啩？唔知啊，因為我知阿潘好似話想同佢唱下歌㗎嘛。但係頭先我早啲出聲，我帶幾支翻嚟啊！你頭先有冇見阿潘 Sir 攞支吉他翻嚟？冇喎。哦，有冇唱？頭先佢哋有冇？我冇。有吉他。下次啦，吉他低一時啦，可能。